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吹号角。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充满欢喜快乐。愿你救赎的恩典再次向我们彰显，你的爱触摸我们，我们愿意改变，真心悔改。你的宝血必洗净且遮盖我们的罪，且你的复活也带来救恩的盼望以及确据。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帮助。在今天的崇拜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够重新得力，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敬拜。我们翻开新灵粮诗选44首，我们来唱全首。圣哉，圣哉，圣哉。高声
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地贝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这一段经文，诗篇149篇，在教会圣经的671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诗篇149篇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第9节，我们一起来，要在他们身上实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种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环绕我们，你全能的膀臂时时的护卫我们，使我们常从你得来丰盛及平安。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宗派、肢体、国度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东北亚国家北韩祷告，愿基督信仰进到这个国家的生活文化中，民众能够有更多机会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也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南区高雄卫理堂来祷告，求主赐福辛俊杰牧师，让教会的奉献充足，在当地使更多的人信主，传道同工的身心都健康。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这些执政掌权者，同时也赐福台湾的百姓。同时，我们也为着2020年升学的各级学生，我们来关心祷告，求主使教会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都可以得到美好的教育造就，他们前面的道路也仰望在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
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原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是经课的时间，我们请何兆鼎弟兄来我们读出埃及记跟罗马书。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经课第一处，在旧约65页，出埃及记第12章1到14节。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1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1家1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1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的隔壁邻舍共取1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经文第2处，在新约176页，新约176页，罗马书13章8到14节。罗马书13章8到14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美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赵鼎弟兄。今天的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是在圣经的新约的23页。马太福音
18章15节到20节。好，那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第16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第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也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命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诗班来献诗。献的诗是像我这样。
正道，我们请蔡牧师来讲今天的信息：捆绑与释放。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每次听到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心里都有很大的悸动。当我们在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诗班在献诗，让我们的心也能够跟诗班的班员一起来唱诗、来敬拜。弟兄姐妹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是一起的敬拜，不是只有诗班的这些我们的成员他们在带领大家，而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敬拜不是只有某些人才做敬拜，是我们一体都要在这边敬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各位，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那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有天使天军在天上赞美上帝。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诗班的雏形。如果天使天军都要赞美上帝，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要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跟这些天使天军一起来赞美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不是只有哪些人，是我们一体的敬拜。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太在意。各位知道在那个各位知道有一种人叫小偷，知道吗？小偷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就是偷人家东西的嘛。有一个人他在搭公车的时候，那不好意思呢，就突然间真的就看到小偷了，正在翻他的这个包包，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小偷讲说：“对不起，这位先生，我知道今天是我发薪水的日子，但是我太太比你的动作更早。”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他的太太很早就已经把钱带走了，所以这个小偷他都偷不到东西了。上帝祝福我们。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会撞见，或是看到有些人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或是不太正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排除跟排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宣读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照着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常讲的一个东西叫做饶恕，但是最困难的也是饶恕，因为我们要去原谅别人，要去饶恕别人，嘴巴讲很容易，但是事实上要去行动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蛮喜欢最近在这个论坛报他们有出一些的图片，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反思跟提醒。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提醒，也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对别人来说，他们认为说要让自己的人格要达到某一个标准或是条件。事实上，如果不是靠上帝的帮助，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不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的。所以原谅也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饶恕也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这个主祷文里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事实上是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去原谅跟饶恕别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开始的这个原谅的4个步骤，我们来学一些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先能够了解到，任何人有面对需要饶恕他人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做。因为讲很容易，我们刚刚提到的讲很容易，但是事实上要实做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不想饶恕的时候，或是我们感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顺序、有步骤的能够去做？各位知道在，如果各位有上过军训课，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小时候可能有上过一些就说这个要那个升旗典礼的时候，老师或是教官都会教我们要怎么样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都会有步骤，比如说你要向后转，可能要分成3个动作。所以我们要饶恕也是一样，要饶恕不是我一下子就有办法可以饶恕。那么我们可以有哪些帮助我们能够来饶恕？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就是我是真的有生气的情绪在我的里面，千万不要轻忽情绪这样的东西。能够承认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能够承认自己有这些愤怒，你才能够掌控跟掌握你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叫做口是心非的。各位如果有看过有一个那个连续剧，以前那个三立台或者是哪一些台，他们常常会有那种叫做什么霹雳火系列，或者是那个他们都会有那种叫做嘴巴里面讲的跟心里面是不一样的，心里可能恨得要死，但是嘴巴里面可能还是说我没有关系，我没有问题啊，我不会生气。那个其实就在否认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你要先承认自己的情绪感受，我有生气，我有愤怒，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我是很生气的。这个人这样对我，他讲这个话这样对我，我是有生气的情绪在我的里面的。否认情绪常常会让我们压抑，压抑久了之后会跟压力锅一样，总是会爆发的。所以承认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所以千万不要去担心说我要顾着我的，现在人叫做偶包，知道吗？偶像的包袱，说我不能够在人的面前生气，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在人的面前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懂得说，你要能够怎么去控制你的情绪。所以第二个，你要找出你的怒气的源头，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控制它。你要找到那个来源跟开关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的步骤分成2个，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生气。很多人是不知道为什么生气，或甚至生气的对象也许不是对方这个人，是气我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气的人在哪里，搞不好你并不是气这个人，你是气自己，或者甚至是气别的事情，不一定是这个人，只是这个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叫做导火线而已。所以要知道你为什么生气，然后是不是我应该要一直这样气下去，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跟明白的。我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一直每一天都在为这个事情在生气吗？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18章，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不饶恕成为罪债，让我们会变成欠债的。所以包括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在上帝面前，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各位，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后面会提到有一个比喻，叫做那个王的仆人，他欠了这些债，然后他对他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同伴的时候，他的那个对待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当然我们生气一定会有理由，有时候刚提到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叫做气自己，或不一定是气别人，或是气哪些事情。更甚至可以想到的事情是，也许我很害怕什么？我很害怕失控吗？我很害怕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掌控，所以我会生气。所以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有时候不一定说这样的事情失控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不见得有一些事情失控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上帝要透过一些的事情让我从这里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气的当中，或是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的。也许上帝让我从这里去学习怎么样更谨慎的去说话，上帝也许让我透过这样的事情去学习更谨慎的去面对人，或是要很小心的去处理某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带给你什么样的功课，让你可以从这里面去学到什么，这是我们可以从愤怒的当中，可以从那个情绪的当中去了解跟知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许可能事情不是如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样的顺利，但是上帝的作为总是奇妙的。各位，有一个人叫做保罗，当他在布道的过程当中，他曾经有一度为一个人生气，这个人叫做马可。当他在这个布道的时候，他认为说这个人是对我的布道没有用意的，因为他常常会偷跑。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他其实是对他的服事工作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快的去有那个情绪，但是我们并不晓得上帝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一些学习的功课，也许让我们更有耐心更有爱心去面对人。所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最后我们来看到践行饶恕，那这个步骤
虽然是自动发生的，但是我们需要邀请上帝参与在我们的当中，邀请耶稣参与在我们的饶恕的过程里。所以如果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那么唯有依靠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原谅跟饶恕别人，千万不要觉得那是自己很厉害。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你原谅跟饶恕，按照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是我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依靠上帝，我才能够原谅跟饶恕这个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与主同行，透过与主跟上帝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有那个力量，能够去胜过，以至于我们可以选择去饶恕别人。饶恕是一个选择，而不是我自己就能够做到。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原谅跟饶恕，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得饶恕、得赦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给别人有这样的机会，让别人也可以得到饶恕跟赦免。前面铺陈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要来看今天的圣经。各位，我们在看今天的圣经的时候，要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很多人会把里面的经文误解成这个是在讲祷告。他说我们地上有2-3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祷告，在主就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拿这个来当做一个祷告的应许啊，只要我们祷告会有人聚集2-3个人，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啊，上帝就听我们的祷告。当然，但是事实上这段圣经并不是在讲祷告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在讲祷告的重要性，而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饶恕。你怎么样去释放？你怎么样去捆绑？哪些东西你怎么样去做？哪些东西你可以怎么样去释放它？不要让它一直变成你的捆绑。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在地上带来释放，你也可以选择在地上带来捆绑，但是那样的一个结局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啊。各位，我们常常这个图是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图，就是耶稣用一个形象，就是一个牧人的形象，一个好牧者的形象，来让大家能够明白跟清楚。我们很喜欢看到这个图，特别是很多人在面临一些前面道路的时候，都很希望看到哇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好牧人抱着羊，好像他抱着我，让我好像在这里得到一个温暖。所以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图像，就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说他是这个羊的门，耶稣说他是这个看顾羊群的一个牧者。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牧人的形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牧人的形象跟这样的一个对待人的方式交给了教会。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吩咐教会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也把这样的权柄交给了教会，你要成为一个好的牧人，能够来帮助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羊圈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事情，就是不见得如我们所想象跟期待的。因为羊群里面尚且都会有叫做跑掉的羊，或是叫做失丧的羊，或是叫不乖的羊。那这些羊如果离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羊如果不愿意合群的时候，它如果跑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各位，在福音书里面有2个地方提到失羊的比喻，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另外一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失羊的比喻。但是各位如果去查考这个经文的脉络，你会发现这2个比喻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他所读的对象跟路加福音的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在讲失羊的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针对着那些攻击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说，这个耶稣你为什么会去亲近那些叫做税吏，或是亲近那些叫做妓女，或是亲近那些叫做不义的人，或是叫不法的人？这些人你怎么可以亲近他们？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老师，你怎么可以去亲近那些罪人？耶稣用失羊的比喻来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告诉这些文士，来提醒他们一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在地上有一个小子悔改，在天上都要这样为他来欢喜。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那个失羊的比喻，是对着那些叫做
正义魔人，或是叫做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来说的，告诉他们说，耶稣来，他说他要拯救的是世上的罪人。但是情景不一样了，现在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假设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犯错了，有人得罪上帝了，这些人他们叫做在我们当中迷失的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但是他得罪上帝了，他犯错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对待他？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的这个18章的地方说，他岂不撇下99只，往山上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回来？那个迷路的羊是在我们当中的群体当中的一个。所以各位如果看18章的地方，那个地方在讲的是教会已经形成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让人受伤或是让人跌倒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受伤，或是有人因为这样离开教会了，或是因为有人这样因为罪的缘故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来对待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当中有人得罪上帝了，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马太福音的失羊的比喻是以教会当作对象的。所以我们来看14节的地方，在同样的18章的14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或者是我们看投影片上也有。我们来念14节的地方，我们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疼惜他的羊，这100只羊里面，他说他也不愿意里面失丧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教会人很多，少了1-2个没有关系。如果神的心的话，他在这里，他希望一个也不要失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反正人很多。各位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你有100只羊，你不过少了1只，有什么关系？你还有99只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上帝的心，如果能够了解天父的心的话，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就算只是一个，耶稣说我仍然愿意接纳跟包容他。所以耶稣愿意为这个失去的这只羊，这个小子，愿意去找他回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曾经是这样。或许我们常常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个这样常常是一个失丧的人。但是上帝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我常常在祷告当中听到一段经文，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上帝的温和，上帝的温柔，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许我们不见得是叫做好人，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早上的诗歌，像我这样的罪人，还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如果你要找好人，你只能到监狱里面去找，因为监狱里面都会说自己是好人。如果你要找坏人，要找罪人，请你到教会找，因为教会里面都会告诉你我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完美跟完全的，然而天父愿意这样的接待我们。彼得前书5章2节，这里提到有关做牧羊人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找回神的羊。他说：务要在你们中间牧羊，在你们中间的上帝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这个当然是对传道人讲的，我们要去照管神的羊。同时他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讲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不在，或是他失去了，或是他有一些危险，或是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发挥这样的群体的力量，能够救他们，或是拉他们一把，或者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所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只有牧师的工作，不是只有牧师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来做，能够来帮助，来牧养神的教会，神的家。因为有一些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需要我们群体的帮助，不是只有需要哪个人的帮助，他需要我们群体的。教会里面不是只有牧师应该要做这个事情，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接纳的群体，让人可以来到这里，他觉得他是被接纳的。上帝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是被失去或是应该被不顾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教会是不配的人的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很好，好像我的道德就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人会误会，以为说来到教会就是你的道德品格要比别人好，或是你要所做的事情要是好的行为，你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前我在桃园的时候，我的隔壁有一间韩国烤肉店的老板，他常常看很多人来到教会里，他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来你们教会里面是不是都要好人才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说并不是这样，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虽然是不配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上帝的家里面。所以上帝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虽然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他仍然接纳我们跟接待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但是很自然的，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当我们时间一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做一些事情，叫做非我族类的人，好像他们就跟我是比较不一样的。牧师常常有一个心里的想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事情，因为在牧会的当中10几年的时间里面，将近快20年的时间，我常常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很容易会区分，这里叫做我们跟他们。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在我以前牧会过的一个教会里，我们每一天有40个孩子来到教会里，在参加课辅班。但是常常我碰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是课辅班的孩子，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会说这些是外面的孩子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叫信主的孩子，那其他那个字叫做不信主的孩子，他们只是来教会享受资源的。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区别跟区分，认为说他们叫做不信主的，我们叫信主的，他们叫做外面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自己的。牧师要讲一个事情是，有时候我常常反而发现，我们自己的孩子反而不如外面的孩子有礼貌，反而不如外面的孩子恭敬的态度，反而不如外面的孩子那样的一个努力跟那样的一个想要寻求真理的心。容许牧师讲这种比较夸张的话，是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去学校里面，各位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你有机会到学校里面去参观，或者是你到小学里面去，如果你碰到小朋友正在下课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会围在你身边，然后会跟你鞠一个躬说客人好，你会觉得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是一个客人，但是有人招呼我，这些小朋友他们是接纳我的。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碰到自己的孩子，你碰到自己会友的孩子，你碰到教会的孩子，好像跟没有看到一样，他们就闪过去了。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的教育应该很成功的，可是我们反而发现，真正成功的反而是在外面，而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是，如果我们信的是真的，那么我们所做的应该也是在行为上也应该是真的，而不是信的是一套，我们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教会是不配的人的家，虽然我们不一定是要用行为来叫做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欢，但是一个有好的信仰的人，必然在行为上也能够有好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因为信心得救，所以我就不顾我的行为。事实上，行为也在显出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教会不是一群不犯罪的圣人组成的，而是一群勇于认错的罪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这里提到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些叫做犯错的人、犯罪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发现有人做错事情了，当你发现有人得罪上帝了，他在暗中做的事情被你发现了，或是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被你发现了，你应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正义魔人。正义魔人是什么？就是公开来，你看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看你不应该这个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就会把这个东西叫公诸于世，以至于让对方没有悔改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多一些的怜悯。如果我们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也需要这样去对
别人。如果你不希望别人公开去谈论你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学习刚刚这一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如果当你看到有人犯错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不是叫做要姑息他，不是叫做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明明他做错，没有看到，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怎么做？趁着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指出他的错来，是因为爱心的缘故指出他的错，而不是为了要定罪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要提醒他一下：你这样做不太好，你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哦，你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神的话语？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弟兄，他在对姐妹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举动。他是一个单纯的弟兄，我只能够说他是一个单纯的弟兄，他是一个军中弟兄。各位知道，以前早期在军中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因为没有女生，所以当他能够到外面放假，能够到外面来的时候，哇，来到教会里面，各位知道，教会里面的姐妹都是温柔体贴、很可爱的，然后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在教会里面都是很温文儒雅，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好喜欢的。所以这个弟兄他看到这些女孩子们，哇，心里面高兴啊，然后他就开始做什么？开始写情书。他只要看到这个人他很喜欢，他就开始写情书，然后丢给这个人，丢给这个人，丢给这个人。各位知道，有时候牧师常常会得到很多投诉信件，知道吗？所谓投诉信件，就是很多姐妹就开始告诉我，他说：“牧师啊，这个弟兄他丢这个情书给我，可是我没有喜欢他，我没有对他有感情，可是他写的太肉麻了，我应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公开的指责这个人，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干扰，或者是叫做骚扰别人。”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会让人感受他觉得他被羞辱了，或是他不好意思，他甚至因为这样会离开教会了。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私底下，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亲爱的弟兄，我们都是男人，我知道你很需要，你很希望想要找一个你很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你这样的举动会让别人吓到的。如果可以的话，那我教你怎么做，我教你怎么做啊！”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弟兄他后来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他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才让姐妹们开始对他比较不会那么防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当你发现有人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给他机会呢，还是你只是指责他的错误，或是你只是指明他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给别人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公开的指责错误，好像觉得我很正义。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常常花时间来数算别人的罪，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其实也曾经在信仰的路程上有跌跌撞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主一再一再的给我们机会。我们的这些长辈们，我们的前辈们，属灵前辈们也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来服侍跟侍奉。今天早上在台语堂也有一个姐妹，她是第一次来司会的。那各位总是知道，第一次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也是常常会出错的。所以，当这个姐妹她在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她能够这样的表现已经很好。或许她并不是叫做可以做得很完整，但是她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面，她已经能够达到80分，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一定还会有人认为说，你可以更好啊，你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包容跟接纳，他一定会进步跟成长的。不是我们用责备的方式他就会进步，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包容跟接纳这样的人，让他可以在这些机会里面可以成长。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每一次的第一次都是别人给我们的包容跟接纳，我们也需要给别人在第一次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包容跟接纳。所以神接纳各样的罪人，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神都接纳我们。只有一种人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接纳，就是不认罪的人。不认罪的人叫做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我觉得我很好，我不需要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甚至不需要上帝的帮助。那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进入到神的家里面。
各位如果看到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记录，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税吏。你看我每个礼拜奉献1/10，我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做礼拜，我都做得很好。我去帮那个老婆婆过马路，我去帮小朋友，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布拉布拉讲了很多，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一个人是税吏，这个人他在上帝面前说什么？主啊，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耶稣说，哪一个才是上帝所看为的义人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不需要，我要在上帝面前，我要告诉上帝说：你看我做得多好，你应该称赞我。反而有时候我们这样反而失去了恩典的机会。我们事实上都是罪人，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往往是失焦了，忘记我们自己也是罪人，而常常去定罪了别人。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18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如果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我们在天上就释放。18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王权。当主说我赦免了就赦免了，当主说我不饶恕就不饶恕，当主不原谅就不原谅，但是主说我赦免了就是赦免，这是王权。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任务就是要在世人的眼前见证这个看不见的王权在我们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带来饶恕跟赦免，这只有君王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带来饶恕，带来原谅，带来这些的让人可以得到释放，同时我们也可以带来捆绑，带来这些叫做捆锁，让人不自由，让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恩典。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捆绑跟释放，其实就是饶恕跟不饶恕。如果我们把饶恕跟不饶恕放在这里面的经文里面的时候，就可以读懂那个里面的经文。这里叫做我们在地上所不饶恕的，在天上也不饶恕；在地上所饶恕的，在天上就饶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别人也有这样的机会，让别人有机会得到饶恕跟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我们去捆绑人的时候，去定罪人的时候，当然天上也这样定罪。可是这样的定罪，同时也在定我们的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没有这样的完美。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释放，在地上能够原谅人的时候，那么在天上也饶恕跟原谅我们的罪。上帝帮助我们，教会的任务要在世人的眼前见证那个看不见的王权。所以有人这样做比喻，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参孙，知道他的头发是一个力量的来源。所以有人这样做比喻说，一个人的祷告的力量就像参孙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一样，那一根头发就是他的力量。但是群体的祷告就是整束头发的力量。所以参孙为什么力气很大？因为他有满头的这个头发，可以让他可以有那样的力量。那个头发代表是他跟上帝的立约。所以群体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圣经上说，义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看清我们在祷告当中的这样的能力。19节，我们来念一下。19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19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要为我们成全什么？我们要祷告什么？如果有人离开教会了，如果有人得罪上帝了，如果有人没有回到神的群体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祷告把这个人找回来，透过祷告求上帝把这个人带回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要这样为他来成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有参加到祷告会。教会的温度是从祷告会去测量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
没有温度，那么你需要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是不是有温度的。如果教会的祷告会是热情的，是热诚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教会是热情跟热诚的。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是冷淡的，那么祷告应该也是冷淡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是冷淡的，那么求上帝把祷告的火赐下来，让祷告会成为一个有温度的，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教会。求上帝来怜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教会里面如果是很冷冰冰的，总是没有人愿意能够进到里面来。但是教会有温度的，教会是温暖的，就容易让人能够愿意就近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彭纳这个人说，没有一个祷告会耗损，没有一个祷告会耗损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答应或不注意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要期待有事情要发生；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要期待有事情要改变；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要相信有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我曾经讲过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马祖有一个妈妈，她每一天都跪着在床前为她的孩子祷告。她的孩子从小到大看着妈妈，其实她是不相信的。反正她做礼拜的时候，她就载她的妈妈来做礼拜，然后她人就走了。她是一个浪子，她是一个每天喝酒打架的一个太保，一个小流氓。有一天，当他在骑车的时候，不小心从因为马祖都是山路比较多，不小心从山路上摔下来，他受伤了。然后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打开门，第一个看到的场景就是妈妈跪在床前为他祷告的那一幕。他说那一幕我已经30年看过无数次，我每天都看到妈妈在床前为我祷告，以前都没有任何的感受，但是那一天当他看到的时候，他真的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妈妈30年的祷告，救回一个孩子。所以，如果你一直担心你的孩子，他怎么还不信主，他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么请你记得这个妈妈的祷告，30年的时间，每一天为着他的孩子祷告，以至于他的孩子现在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不要放弃，上帝听我们的祷告的。得救的机会是公平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所以20节我们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说，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叫做上帝听你的祷告，而是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显出他爱人的那样的心意，他就会把这样的心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去对待那些离开我们，或甚至是离开这个群体，或甚至是已经从我们当中远离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带回他们。上帝帮助我们得救的机会是公平的，上帝都愿意每一个人回到他的面前来。司布真这样说，让我们成为信心的伟人，小的信心带我们到天上去，但是大的信心把天带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体贴跟体察神的心意，透过信心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天上的祝福能够带到地上来。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但是大的信心把天上的祝福带到地上来。所以如果你愿意得到释放，那么我们在地上所要做的，就是要求上帝将释放的这样的能力给我们。如果你希望捆绑，那么你就只能在地上能够做这样的捆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释放在这当中，能够有更多的饶恕在这当中，而不是一直在做捆绑，或是一直在做这样的捆锁，让人得不着自由。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大的信心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把天上的上帝的祝福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再大的罪，耶稣都能够饶恕；再大的错，都能够回转。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没有机会悔改，这个人没有机会回转。我们总是需要给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让我们知道需要给人有再一次的机会。在教会里面，也许这个人得罪我，也许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能不能够给予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教会接受罪人，但不接受罪。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教会是姑息的地方，教会对罪是不容许的，但是教会接纳罪人。
我们不能够温柔的对待罪行，但是需要温柔的去对待罪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得罪上帝的人，让我们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但是对他所做的罪，我们必须要去予以谴责，因为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需要去看到上帝接待罪人，但是不接受罪。所以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并不恨我们，耶稣恨的是罪，所以需要去了解，耶稣并不是讨厌罪人，耶稣接纳我们，耶稣也爱我们，但是他不接受我们在罪的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接待罪人的，他不是一个恨人的上帝。第二个，教会是罪人被基督找回的地方，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坦诚自己有罪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教会里面不能够接纳人的话，那么世界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接纳人？所以教会应该是个可以坦然让人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的地方。过去我们卫理公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立约门徒。立约门徒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分享，包括我可以分享我的生命当中的历程，有哪些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地方。台语有句话讲叫做互相漏气求进步，意思就是我们互相的漏气，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分享，以至于我们可以进步跟成长的。一个好的小组应该是可以让人在这里放胆的讲论自己是一个有什么地方做错，然而都是被接纳的人。所以教会应该是罪人被基督找回的地方。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大胆的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你所有的罪。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好像为了顾面子，所以我不能够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大胆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有的罪。愿上帝祝福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完美里。如果不接受自己不完美，我们就进不到神的完美的里面。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教会是一个使人和好与跟上帝和好的地方。教会让人跟上帝和好，也跟人和好。所以教会是一群有问题的人，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里面，学习彼此扶持跟相爱。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只有在分享生命的祝福，也是在分享生命中破碎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接纳的地方，让人可以来到这里，他觉得他是被包容跟接纳的。当然我们不容许罪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需要接纳罪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上帝的国，我们常常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在哪里？上帝的国是一个关系，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当一个人跟神的生命有连结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在那里。所以教会里面要成为上帝的国，就需要让那个地方能够成为跟上帝有关系的地方。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地方，而不是成为一个只是来行礼如仪的地方。上帝的国是一个关系，是让我们跟上帝建立的好的关系的地方，也是跟人联系连结的地方。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人比其他的东西要重要，所以不要让解决问题更重要过爱弟兄，不要让遵守传统。当然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传统，但是不要让遵守传统变成更超过爱邻舍这个事情，不要让维护权益变成是重要过怜悯人。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提醒的。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样的权柄。求上帝给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运用怎么样的权柄能够来释放人，知道怎么样来捆绑罪恶。求上帝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接纳罪人，但是捆绑一切的罪在我们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的所领受的经文向你献上祷告，带领我们需要能够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来接纳跟接待我们当中离开的人，或者是这些叫做离开我们当中群体的人。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你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把这些人再一次的带回到你的面前来。你怎样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也再一次给别人机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金句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们来背诵2次。马太福音18章18节，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8节。好，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一段。我们现在是圣餐礼拜，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其实准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因为讲饶恕很容易，但是我们事实上要去做是很困难的。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我的牧会的当中，曾经有过一个我的长官，我的一个以前的会督，曾经让我觉得感受很不好。那个感受的不好是让我觉得很受伤，那样的受伤是恐怕我们很难去体会跟理解，因为牧师群当中也会有一些叫做彼此伤害的事情。我跟我的这个老长官一起共事一段时间，我曾经说过，我们在台北，我是他的协理牧师，但是我很想离开他，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接受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以为我离开了台北，我应该就可以得到自由跟释放，但是没有想到，当我到屏东去的时候，他就当我的会督了，所以他管的位置更大了。所以我说，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不能够原谅跟饶恕我的长官，我恐怕一辈子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后来上帝让我学习这个功课，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后续的故事。后来我的长官他因为一些的事情，最后他因为一些事情跌倒，甚至是造成很大的对教会的影响。我很感谢上帝，我昨天跟我们的几个同工有在分享这个事情。我很感谢上帝，我虽然在卫理公会里面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卫理公会的任何一个位置上，包括任何一个委员会里面当过任何的一个位置跟角色。这让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安全，就是我这个长官，我的会督，当他的事情爆发的时候，很多的委员会的委员或是这些的里面的成员，他们都迫不及待的拿刀要砍他。我所以拿刀不是真的刀哈，不要误会，不是真的拿刀砍他，是用你的权柄去砍他。我很感谢上帝，我的长官他给我很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想要篡他的位置。他曾经跟我讲说，我是不是要连结其他的人要篡他的位置？我说，报告会督，我没有要篡你的位置，我任何的时间我都觉得我是在学习跟学习你的样式。我在当一个学生，我是在学习怎么样去牧会跟牧养，我并没有要去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当他摘下来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上帝，我没有在任何的委员会的位置上，所以我能够这样说，我没有拿任何一把刀杀我的长官。
也许我可以有机会，因为有很多人都说这个长官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其实真正没有人知道说，真正不好的感受最不好的人应该是我，我是最有理由可以拿那一把刀杀他的人。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上帝也没有给我有机会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上帝的保护，让我学一个功课是多给别人一些的后路可以走。有时候我们常常太公义到一个事情是没有给别人有路走，所以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饶恕跟原谅。那个原谅跟饶恕就是不再把他的事情成为我的捆绑。当我看到我的长官摘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并不是高兴的，我并不是在那里拍手庆贺说，你看你当初害我，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个报应。我没有这样说，我反而为我的长官感觉心里面痛心。我的长官为什么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这样想，如果有一天我的长官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如果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是不是仍然要给他有再一次的机会？求上帝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求主怜悯，因为讲这个话是很内心的话，我很期待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讲这么深入的话，因为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坦然承认自己罪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只是表面化的一个你好我好的环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主里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好，请我们预备心哈，我们等一下领圣餐的时候一样，按照我们的卫理公会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要来到台前要跪着来领，但是因为我们的场地的缘故受限，但是我们还是要秉持这样的精神，请大家来到台前来领圣餐。那领的时候，我们就一样，就是按照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拿着饼，然后沾了杯，然后吃完之后就回到位置上。所以你的走的样式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图像，我们从两边，然后走到中间的位置的地方，然后再来跟我们的陪餐的这些的同工来领饼跟杯。那我们会在前面的地方，或是会在后面的地方，会预备有帮我们喷酒精的这些的同工，让我们在领的时候，在拿的时候能够是安全的。各位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在疫情的当中，所以虽然台湾相对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防护的。所以请为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安全，也为自己的安全，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步骤，让我们可以彼此在安全的环境里。我们请预备心来领圣餐。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的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着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齐应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世上的主。阿们。请我们的同工就预备到台前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他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我们要预备发圣餐，那请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的同工在下面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台前来。但是请让我们的同工先帮你喷上酒精之后，让我们的手消毒之后，我们再来领饼跟杯。领的时候，请大家用饼来沾着杯吃。如果万一不小心饼掉进去杯里面，不要用手进去捞哈。请你我们会再给你一个新的饼，所以千万不要手进去捞，让我们能够保持干净跟这样的一个分享。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教会，或是你是哪一个族群，或是你是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在主里，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等一下领的时候，我们就请大家按照顺序，我们就到台前来领受饼杯。让我们先消毒清洁之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领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请4楼的弟兄姐妹也依序到3楼来，我们一起来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领了饼杯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使用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我们在那里，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祷告，求主饶恕我们，也饶恕那些我们过去无法饶恕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领了饼杯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吃喝之后，我们就在那里为我们自己祷告，愿主将饶恕的恩典赏赐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在天上也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愿主帮助我们，让教会里充满饶恕的恩典。愿教会里面捆绑罪恶的辖制，使我们在主的里面得着完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心里有不饶恕的人，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人是你不愿意原谅的，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求主来释放原谅跟饶恕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不饶恕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饶恕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好，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永远幸福敬爱上帝和上帝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回应诗歌，让我们再打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2段。我与主同的是，不再受罪辖制，向罪无奈一时，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同时也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有余，主要让我们一无所缺。主要这个时间，我们也把我们从你那里所拥有的奉献一部分，希望用在圣工上，求你悦纳也祝福。谢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好，现在先让我介绍几位新的朋友啊，我们等一下一起再唱欢迎歌。第一位是六小月，方新瑜、陈可宁，还有魏佑山是在哪里？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是我们社庆哈。我们第二位是龚玉这个字燕吧，龚玉燕啊，欢迎，欢迎，请坐。再一位是林安安，林玉林玉安林燕安哈，请坐，请坐。欢迎，请坐。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第一遍之后，我们再一起起立问安。我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
让我们会坐哈，回到座位。我们现在有几件教会的事工要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天为圣灵降临后的第14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下周主日就是9月13号，教会将邀请陈启峰牧师、果台语2堂的分享讲道，请为这个代祷，也请大家能够都能够过来参加，欢迎我们的陈启峰，我们的前牧师。第三，为预备即将开设红本门徒的课程，那牧师在每周3晚上7点半到9点，在1楼有新旧约的圣经中览课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开过一段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仍然邀请有愿意的，尽量参加周4晚上7点半到9点是查经祷告会，要查考的是雅歌书第4章11节到17节，欢迎一起来查考圣经，也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来守望祷告。第5 ，YNCA 讲于9月12号，其实就是9月12是下个星期6了晚上的7点半，借本堂举办中下音乐会，免费入场欢迎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欣赏。第6，卫理神学院在9月9号与本堂有报考圣公硕士以及那个义务传道的者来做面试，请为报考者关心祷告。卫理神学院它也有办箴言解析的课程，这个课程是在9月18号晚上7点到9点50分，就是在我们这里上课了。欢迎弟兄姐妹参与信徒神学的课程，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属灵境界。那活水小组将于9月20号主日后要开设一个叫做敬拜与敬拜带领的课程，是在1楼的副堂，有意参加者请于主日后向办公室报名，着收讲义费50这样子。第8，教会将安排9月27号受洗以及转入礼拜，有意愿受洗或转入本会者欢迎报名。第9，就教会4班欢迎有兴趣参与唱诗敬拜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如果是有愿意参与的，请与这个4班指挥王汝金姐妹来报名。然后第10是中秋连假，在10月3号晚上，社青团契将安排烤肉的聚会，愿意一起参加的弟兄姐妹，请洽蔡家恩组长。好，那另外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城主我们也是即将要开课了在9月20号。那城主的课程我们其实已经有安排好。那我现在就大概手上都有一份重组课程的介绍。那我们现在请周老师来做一个介绍，简单的介绍，好吧？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城主的课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有2年半的时间，在这2年半里面呢，我们对于神的了解，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呢，也越来越喜欢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更了解上帝他到底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到底上帝是什么样一个个性，他喜欢我们怎么样做，所以我们才可以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能够
能够生活的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有馨香的气息，我们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生活更加有力。紧接着这一季呢，就是从现在一直到达圣诞节之前，我们将会有3个课程。第一个是旧约的但以理，但以理是我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2本预言书其中的一本。他也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上帝是全球的上帝，是万国的上帝。在这本书里面，他预言了几个在当代所没有看到的未来的事情。神怎么样借着但以理将这个讯息传递出去？我们可以在这卷书里面呢，能够来了解。那这堂课呢，将会有赵少文执事跟谢慧玲姐妹，他们呢来带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紧接着就是一个4福音的导读，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耶稣基督，到底他的言行怎么样，他做过哪些事情，那些事情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要有足够的了解，要不然我们所听的可能是牧师讲的，可能是弟兄姐妹讲的，可能是执事讲的，人所讲的总是有所不足，甚至于误会的地方。但唯有我们自己来看耶稣他所传递的讯息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门课将由周雄弟兄，就是我，还有贺兆鼎弟兄一起来带领大家来看。那第3门课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导读，将由杨建宏传道、张玉轩传道，还有李迪华姐妹来带领。哥林多是一个大都会，在当时是个大都会，它是一个希腊文化还有宗教在那边汇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它那个教会里面呢，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自身的包袱，包括自身的价值观念。因此呢，对于一个福音的认识呢，总是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个讲法，甚至于做法。那在这个章节里面呢，它可以凸显一个，那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耶稣他到底带来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教会应当是怎么样一个教会？那这个跟我们现代的社会非常的像。因为我们呢，这个社会也是各种思想冲击的地方，我们呢也愿意借着呢研读哥林多前书呢，能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应当如何相处，应当如何彼此相爱，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我们鼓励大家呢都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尽量来学习。那这边呢，我们下面有个报名表，请大家看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上面的填那你可以丢到奉献袋里面，或者是到后面交给淑清姐妹。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按照人数，我们来分配教室的大小。好，谢谢大家，报告到此。好，谢谢郑老师的介绍。穆萨伊，请那个活水的小组长报告一下。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活水敬拜小组的组长。活水敬拜小组将于9月20号开设一门敬拜与敬拜带领的分享课程。那会有这门课是因为敬拜小组除了要学习敬拜带领的技巧之外，还要了解圣经的话语以及有神学的基础，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敬拜带领是有根有基的。那这门分享课程呢，我请欧阳毅弟兄来担任讲师分享，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些是有研究，而且也是有负担的。我知道他在准备教材的时候，除了去图书馆找资料之外，他还去找了他以前学崇拜学的老师，请老师帮他补充他的教材还有修改。那这门课程除了现在有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要了解之外，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很适合参加。为什么呢？那我现在请欧阳弟兄帮我们做一个介绍。大家好，我是欧阳毅。那有幸那个活水小组邀请我来参加。那这门课，大家可能会以为只有开给一般的敬拜带领者，像上台的这些人。那其实也是开给一般的基督徒。那包含告诉你什么是敬拜，那你怎么样做，你是正在敬拜。那当然也有神学有历史，那会告诉你这段期间教会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敬拜程序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也会告诉你教会节期，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这样教会会随着时间这个布会改变颜色，那每个节期是什么意义，它怎么来的？那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些节期里面，我们其实基督徒要怎么照着节期去生活。那也会讲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但应该要知道，像是约翰卫斯理，他其实有在诗歌，他其实有立了一个唱诗歌的原则，总共是7个原则。但卫理公会，对，其实卫理公会的我们这些子民们应该要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唱诗歌，因为其实唱诗歌的原则是约翰卫斯理所定下来的。那在当时，甚至卫理公会是全欧洲最会唱诗歌的教会，因为其实约翰卫斯理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他花了非常多心力去教导他的会友唱诗歌。那欢迎大家都来上课。那我们除了那课程内容有，除了会告诉你崇拜的神学、崇拜的基础、教会历史、教会节期，那也有主日程序解析。那后面就是敬拜带领、敬拜的编排，那甚至会告诉你要怎么克服在台上紧张，再克服像忘词，像这一些。那你团队里面要怎么合作？你要怎么排练？对，这些都会上到。那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第1堂课就拿到讲义，请预参加的弟兄姐妹在本周还有下周之前到办公室报名缴交讲义费。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嘉锦学欧安义他们的介绍。这样看起来我们9月20号同时开很多堂课，那大家可以先预备一下，哪一些课是比较适合你的。那如果是特别是刚才介绍敬拜赞美，如果是对他这方面有兴趣，都可以参加。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属天的权柄赏赐你的教会，让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有在病痛中或者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也可以为你们祷告。